三哥排屙肚水，乾淨又衛生。OK， 洗乾淨雙手，開始製毒。一份恒河水，一羹唔知乜膠，一羹咖喱粉，再嚟一羹咖喱粉，感覺唔夠嚟多啲，差唔多啦。進入下一個環節，直接老狗射尿，哦唔係，係雙龍出海。兌滿之後往杯入邊加入1、2、3、4粒清朝老冰，正常係3粒，但係防止你唔肚屙，比較4粒。跟住攞出個祖傳尿杯，冚埋係咁啲上下敲幾嘢激活毒性，然之後直接空中旋轉2周半，完美接住。其實依家先係真正激活毒性嘅時候，只見嗰杯嘢喺手嗰度瘋狂旋轉。大家都知道阿三街頭美食係乾淨又衛生，間中飲翻2杯屙翻個3頭5日應該就冇事噶啦。但係三哥係唔會喺毒性未完全激發嘅時候俾你飲嘅，所以佢選擇連續而快速嘅觀音坐蓮。喺連續7、49夜之後，三哥嘅左手終於都頂唔順，換上咗佢嘅飛機右手，將嗰杯嘢揈向空中旋轉2周半，撞到屋頂彈翻落嚟。呢個時候三哥嘅左手又得咗，於是乎繼續觀音坐蓮。突然之間又換翻隻飛機右手，重複上一步。好啦，喺三哥嘅左右手都差唔多冇力嗰陣，佢卒之都肯結束製毒流程，最後一步依然係匙羹激活毒性。OK， 咁多位閪佬一齊飲杯。